今日就分享到羅馬書嘅下半段，因為想篇章長一啲啦，咁下半段咧好簡單嘅，接住上文咧係呢個保羅係勸勉呢個教會，佢話我哋咧係好多行事為人咧，喺教會嘅侍奉特別係我哋咧係需要以呢個愛為本嘅。好，咁繼續咧呢個第15章嘅下半段啦，我哋係從呢個第14節讀起。弟兄們，我們自己也深信你們是滿有良善，充足了諸般的知識，也彼此勸誡。但我稍微放膽寫給你們，是要提醒你們的記性，特因神所給我的恩賜，使我成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因着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所以論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穌裏有可誇的，除了基督藉我作的那些事，我什麼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語能作為，在神蹟行奇事的能力，並聖靈的能力，使外邦人信服。甚至我從耶路撒冷直轉到以利尼古，到處傳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就如經上所記，未曾聞知他信息的，將要看見；未曾聽過的，將要明白。我因多次被攔阻，總不得到你們那裏去。但如今在這裏，再沒有可傳的地方，而且這好幾年，我切心妄想到士班亞去的時候，可以到你們那裏，盼望從你那裏經過，得見你們，先與你們彼此交往，心裏稍微滿足，然後蒙你們送行。但因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徒，因為馬其頓、亞該亞人樂意湊出款項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是算所欠的債。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份，就當把養生之物供給他們。等我辦完了這事，就把這善果向他們交付明白，我就要路過你們那裏，往士班亞去。我也曉得去的時候，必帶着基督豐盛的恩典而去。弟兄們，我藉着我主耶穌基督，又藉着聖靈的愛，勸你們與我一同協力，為我祈求神，求我脫離在猶太不信服的人，也叫我為耶路撒冷所辦的捐項可蒙聖徒悅納，並叫我順着神的旨意，歡歡喜喜的到你們那裏，與你們同得安息。願賜平安的神常和你們眾人同在。阿門。保羅係一直對羅馬嘅教會係有負擔，係去見到佢哋當面係勸誡佢哋，係鼓勵佢哋。當然我哋知道咧，從《使徒行傳》裏面講咧，係當保羅最後去羅馬嘅時候咧，係被監禁咗，係捉拿咗，要拎去羅馬城裏面受呢個政府嘅審判，睇下佢係咪有罪，因為被人控告佢。好啦，喺呢個時段嘅時候咧，佢係講出佢當時又未去到羅馬，又未去到佢將來所渴望嘅福音事工嘅地方嘅時候咧，佢就咁分享。佢話喺你哋嘅教會裏邊，你哋係深信滿有良善，即係其實你哋都係喺教會裏邊，喺主裏邊係愛弟兄、愛其他嘅所以我相信你咧係可以做得到佢上文13、14章咧係講到佢係要為一啲嘅信心軟弱嘅基督徒佢哋可能係以前係
信開呢個虔誠嘅猶太教，去到呢個外邦地方咧，佢哋喺飲食上面好多唔方便，因為佢哋咧會有時或者有意無意嘅買咗一啲街市上嘅食物咧，係獻過俾呢個偶像嘅食物，咁就呢個街市度買嘅咁所以佢就同佢哋講咗呢番説話。但係呢度咧，佢亦都再次提醒知道你哋咧係滿有良善嘅，有愛心嘅，有好多知識，有好多智慧嘅。咁到15節嘅時候咧，15章15節嘅時候咧就話：我係特別係被揀選出嚟為外邦人做外邦人嘅福音上邊嘅奴役奴僕咁做福音嘅信師，獻上外邦人可以得着聖靈，因為成為聖潔，可蒙悅納。同樣嘅外邦人係因為被獻上因為在主裏邊佢哋係一樣嘅都得着聖靈所以係可以喺呢個國度裏邊，聖潔國度裏邊一同嘅被悅納。咁然後17節咧好特別，佢講到一段話咧，就話你都聽過我係喺傳道嘅時候有好多神蹟奇事譬如保羅被打啦，以為死去啦，其實咧係神係保護佢嘅被打嘅時候咧冇死到保羅咧係喺神蹟奇事裏邊咧係有個青年人喺2樓瞌眼瞓跌咗落街，咁所以佢將佢抱翻嚟嘅時候咧，保羅係為佢禱告，亦都可以使呢個青年人係恢復過嚟。咁好多嘅奇事，咁但係咧佢就話我係喺主裏邊咧能夠記得可誇嘅嘢我就講。但係咧佢就話唔係為咗我自己係為咗要將神嘅福音係傳揚出去嘅基督福音嘅大能，基督嘅能力，神嘅能力。所以除咗基督藉着我作那些事，什麼不敢提啦，即係唔會誇大嘅講其他嘅嘢然後咧藉着神蹟嘅奇事嘅能力，好叫外邦人係信服。所以佢傳福音咧，從耶路撒冷開始到以利尼古即係一直嘅去將福音向西方傳出去咁佢嘅大計就話：我立嘅志向我去一啲地方係冇人傳過嘅以免係放喺建造喺別人嘅根基上面。其實佢係亦都從呢句説話睇得出咧，係主耶穌基督係俾我哋大使命我哋係要將呢個福音去傳去，並且叫人係信主，並且係為佢哋施浸並且咧係將基督所教導佢哋。呢個就係大使命。所以保羅就係繼續嘅用呢個動力係傳福音，一直去到一啲冇人去過嘅開荒嘅地方。所以經常說，未曾聞他信息的將要看見，未曾聽過的將要明白。先知上面都講明啦神嘅福音係大能，係要到每一個地區嘅嗰度。所以佢亦都由主耶穌基督嘅教訓一直係向外擴展。佢話我喺呢個附近都傳遍晒福音冇乜地方可以新嘅領域。咁希望咧我下次我去你嗰度嘅時候咧，係順路經過你哋嗰度，我個方向，我嘅目標就係去呢個西班牙、士班牙。士班牙就係當時嘅喺歐洲嘅領域上面咧，係所知嘅係最西邊嘅國家。一去到嗰度咧，係佢哋未必清晰到，去到 Spain 最尾嗰度咧就冇陸地去啦。冇陸地去嘅時候咧，就係乜嘢咧？係一個大海洋嚟嘅。佢哋都唔知道嗰個係一個係嗰邊嘅大西洋咁變咗就係佢係要將呢個福音去到嗰時可知嘅地極嗰度啦。所以盼望係24節，在你們那裏經過，見到你哋彼此交往，心裏滿足，然後蒙你哋嘅啟示，要蒙你哋嘅祝福去送行。因為佢需要弟兄姊妹 support 佢喺起碼無論係
有時係金錢上有好多時咧，亦都係喺個靈裏邊用禱告支持住佢一直嘅傳福音。但係而家24節嗰度講到咧，有一個使命嘅，並唔係即刻要去，因為佢交託咗俾保羅咧，係有一個要將捐款。馬其頓、亞該亞人呢啲人係好愛主，亦都愛教會，知道喺耶路撒冷嘅弟兄姊妹咧係好窮困嘅，所以佢帶咗一批捐款去周濟幫助耶路撒冷嘅聖徒。雖然呢啲係佢哋樂意嘅但係咧其實無形中亦都係欠咗福音嘅債，或者外邦人係喺呢個福音上面咧都係因為有耶路撒冷嘅教會，有耶路撒冷教會好多使徒信徒四面嘅分散嘅時候，就有福音傳到去羅馬，傳到去希臘，傳到去馬其頓。咁佢哋就將呢啲捐款咧，係要帶翻去耶路撒冷咧，就可以幫到教會。所以等我辦完這事，就獻果向他們交付名額，交代咗啲嘅事工啦，就要再向西行，經過羅馬，又往士班牙去。我曉得去的時候，必帶着基督豐盛的恩典而去。所以30節到33節都係一個15章嘅結尾。佢話係幫我係祈求咧，係能夠順利，因為佢明白知道咧猶太人咧好多係要逼迫佢嘅，所以要脫離猶太人不順服的人嘅手，亦都係耶路撒冷嘅捐款能夠被聖徒所接納。並且順著神嘅旨意咧，能夠歡歡喜喜到你們那裏，因為神係一直帶領佢係喺呢個亞洲到歐洲嘅傳道。呢次亦都係佢再另外一次嘅 plan 咗嘅傳道計劃咧，係要向西向行，向歐洲行去到歐洲就去到意大利，去到羅馬。當時羅馬政府係四方八面咧都有建好咗羅馬嘅軍隊要行嘅道路嘅大道所以佢係要去到羅馬，喺羅馬再去第二個國家就好容易啦。所以叫做神嘅旨意咧，順神旨意就歡歡喜到你們那裏啦，與你們同得安息啦，賜平安嘅神咧，常和你們眾人同在。阿門。咁就為羅馬嘅教會係祈禱，亦都為佢嘅事工係祈禱。